六师傅，青城是您从小……师傅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吴三桂是天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，你为他卖命，这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。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古人云：“女人为了爱情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”你是为了他才背叛为师的吗？我杀了你！六师傅，论功夫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投降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以死来向王爷谢罪了。六师傅，青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她狠不下心来对你，难道你要狠下心来对她吗？她现在眼里完全都只有你，哪有我这个师傅？六师傅，灭你梅花门是明君，欠你的是我大明，是朱氏。跟青城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放了他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的心智却胜于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要伤害薛姐姐！六师傅，你听我的，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你现在杀了薛姐姐，你不可能离开紫禁城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薛姐姐。我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你，怎样？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我现在就去见康熙，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还有这明珠谷所有的秘密告诉他。大不了，咱们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住手！大胆的狗贼，赶快把丽妃娘娘放了，饶你不死！丽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把她当娘娘供着，却不知她是反抗朝廷的乱党。你说什么？不光是她，还有这李太医和她所谓的妹妹李易欢，他们全部都来自前明余孽联盟的明珠谷。够了！薛义居士，你受平西王指使刺杀皇上不成，反而挑拨离间，诬陷我们兄妹跟丽妃娘娘。你以为皇上现在还信你吗？薛嬷嬷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自行了断。京城，你虽然出卖为师，但是为师不是真的想让你死，更不想我们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师父，易欢，你如果想让我放了青城，除非你来替他做人质。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环美，放心吧，朱哥哥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紫禁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拿我来换薛姐姐。易欢，走，让开！都别动，让他们先走。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别敢过来！千万别乱来啊！你逃不出紫禁城的！你给我走开！走开你们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随我上摘星楼，别耍花样。好，我随你上去。把这包围起来！学艺居士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！六师傅，
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你只要别跟他们出卖我跟朱哥哥的身份，更不会出卖明珠谷，我就保你安全的离开紫禁城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出卖我，来换取康熙的信任。好，我要活着到颠都见王爷，告诉他，你们明珠谷联盟与他结盟根本就是假的。皇上吉祥，都平身吧。这，谢皇上。丽妃，没事吧？皇上，臣妾没事，但是易欢妹妹被雪嬷嬷劫持到了摘星楼上。皇上，你看，雪衣居士，这紫禁城内全都是大内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现在放了易欢，朕可以饶你不死。康熙，让你的人都走开，不然我点了这丫头的穴道，然后再把她从摘星楼上推下去。别动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攻啊！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颠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奴才有话想要禀告。说。此话不方便在此讲，请皇上先移驾。现在就说。主子，奴才刚才领旨去帮着李太医捉拿刺客，可奴才刚一进去，这雪衣居士就说什么了？雪衣居士说，李太医还有易欢姑娘、丽妃娘娘，他们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而且他们都来自一个朱明联盟的基地，叫做明珠谷。雪衣居士真这么说的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光奴才听到了，这几个侍卫也听到了，还有李总管，他也听到了。回皇上，雪衣居士确实如此说，可易欢姑娘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诡计，并指证这雪衣居士乃是平西王派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陷害。皇上，我兄妹二人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欢妹还在雪衣居士手里，生死一线，皇上却在这儿怀疑她。若是让欢妹知道，她该怎样寒心呢？皇上，此番擒拿吴三桂的奸细，李太医和易欢妹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兄妹二人，无异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。此番这刺客还没有抓到，皇上可千万不要中了雪衣居士的离间之计，自断臂膀啊！是皇上，这雪衣居士确是吴三桂派来的奸细，他说的话不可全信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只是不敢知情不报而已。现在只有雪衣居士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到底如何，奴才也不敢妄言。平身吧，朕不会相信吴三桂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
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雪嬷嬷武功极高，若强行动手，只怕会置欢妹于险境。不如先放他们离开。欢妹古灵精怪，一定能找机会脱身的。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快！我还需要一匹快马，和通往殿都的潼关令牌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快，让赛去办。这。但是你离开紫禁城以后，要立即释放易欢。不行，为了避免皇上派人在殿都的路上伏击我，我必须带着易欢一起走。等到了殿都，我再把他放了。皇上，不必担心，奴婢会自己保护好自己的。雪衣居士，你听着，你若是胆敢伤害易欢，朕不仅要诛你九族，还要御驾亲征，踏平殿都。走，走。你让开！啊，好，好。走。皇上，奴才马上安排人手，在各个关卡路口拦截雪嬷嬷。不行，朕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间隙而危害到易欢的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叔父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非要瞒着你，而是知道太多，对你并没有太大好处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舒婉心既是舒剑的女儿，舒剑又是皇上看重的臣子，那她怎么就跟雪嬷嬷成了吴三桂派到宫中的奸细了？而她又是你们朱明联盟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很复杂。叔父在宫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明白与人隐私者不祥的道理？康熙早就知道丽妃是吴三桂的内奸了，但他始终没有说过，是因为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叔父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？你以为我想知道这个杀头的秘密啊？不还是被你们给连累了吗？哎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皇上虽然是不动声色，但他肯定是疑心你们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在雪嬷嬷是吴三桂内奸这件事已经坐实了，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唉，你们呐，你们就是我李德福的噩梦啊！